歡迎嚟到大龍鳳影畫頻道。當你要面對一班調皮又唔聽話嘅問題少年，面對一個奉行行動反應嘅高壓政策嘅封閉環境，你會點做呢？你係會選擇加入呢一套規則以暴制暴，定係扮睇唔到，選擇明哲保身呢？今日我哋重溫歌聲伴我心，睇睇 Matthew 係點樣揾出第三條路行，去感受返呢一段由音樂打動人心嘅故事。1949年法國嘅冬天，已過中年又啱啱失業嘅音樂家 Clement Mathieu 嚟到呢一座被稱之為池塘之底 （Bottom of the Pond） 嘅地方，一間專門為問題少年開設嘅學校。咁樣一位普通嘅老師，似乎冇力量去做到任何嘢。但呢陣時嘅佢仲唔知自己會喺呢度改變幾多細路仔嘅人生。而呢一部電影最動人嘅地方，亦在於此。佢向我哋展示一個看似好失敗嘅平凡人，都可以用佢最平凡嘅善意同埋堅定嘅選擇去融化堅冰。校長係一個十分之不近人情嘅人，已經由心底認定呢班學生會被社會淘汰同放棄，所以基本上懶得去分辨學生之間嘅是非對錯，更加懶得講道理，淨係一味懲罰。而 Matthew 作出嘅第一個關鍵嘅選擇係看見。佢可以睇到作出惡作劇嘅嗰個細路仔嘅恐懼同埋無助，亦都喺聽到學生唱侮辱自己嘅歌曲時，選擇關注嗰啲渴望關注同埋表達嘅心。Allez, Grando but t'es foutu. Grando but t'es foutu. Ici c'est pas toi qui feras la loi. Ici c'est pas toi qui feras la loi。佢冇選擇同校長一樣以暴制暴，又或者係麻木地執行規則，即使咁樣做可以令佢慳啲力氣。佢選擇行近嗰個最調皮嘅細路仔身邊，喺佢傷害咗看更之後話俾佢知。Alors je viens de pas t'emmener chez le directeur, mais je vais te punir quand même. Désormais, au lieu d'aller faire l'idiot à la récréation, tu travailleras à l'infirmerie. Je te nomme garde malade du père Maxence.Tu veilleras sur lui jusqu'à ce qu'il soit guéri. 俾佢一個親自照顧返看更嚟贖罪嘅方式，而呢一種承擔責任而非接受懲罰嘅方式，係教育最本質嘅區別。因為懲罰會製造恐懼同埋仇恨，但責任會催生內疚同真正嘅成長。Matthew 用呢一個揀擇，第一次喺呢班細路 prove 到，即使係喺咁樣一個專門為問題少年開辦嘅地方，佢哋都依然值得被當做係一個人咁對待，而所有錯誤都有機會被修正，而唔係一次錯就錯終身。之後某一日，喺發掘到呢班學生嘅音樂天賦之後， Matthew 作出咗嗰個最關鍵亦都最具創造性嘅選擇，創辦一個合唱團。Do, ré, mi, fa, sol, fa, mi, ré, do. Do, ré, mi, fa, sol, fa, mi, ré, do。喺呢個合唱團入面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位置，即使係五音不全嘅男仔 ，Matthew 都會俾一份指揮助理嘅任務，又或者係作為一個移動樂譜架參與。當擁有天籟之音嘅 PL， Londe d'espoir, ardeur de la vie。因為叛逆而被排除喺合唱團之外嘅時候，佢亦都第一次感受到被排斥嘅失落，以一種非權威嘅方式去理解，原來才華並唔意味住特權，而係要用尊重同埋合作先至可以真正做到自己想做嘅嘢。喺呢度，音樂已經唔單止係簡單嘅旋律，而係一種全新嘅語言、全新嘅教育方式，慢慢取代咗校長嘅嗰一套冷漠嘅規則。即使後尾 Matthew 都係俾人炒魷，但係佢種下嘅花都慢慢結果。當佢以為自己要孤單一個離開學校，以為自己嘅努力都要付諸東流嘅時候，漫天飛舞嘅紙飛機話俾佢知，雖然無聲，但係佢嘅學生已經學識用美好嘅方式去表達自己嘅感激，而唔係最初時為咗得到關注而搞破壞嘅做法。Matthew 可能成世都冇成為一個偉大嘅音樂家，但係佢用佢嘅選擇改寫咗池塘之底好多細路仔嘅命運，令佢哋有機會去見識更加廣闊嘅世界同更加多可能性嘅人生。佢話俾我哋知，
即使好多時擺喺你面前嘅難題睇落去幾乎冇可能克服，但係只要畀心機去做，我哋就唔係完全無能為力。我哋可能冇辦法成為普照大地嘅太陽，但我哋每個人都可以選擇去做一點螢火蟲咁樣嘅微光。可能就喺你唔知道嘅地方，你嘅一句真誠嘅鼓勵，一次放下成見嘅耐心傾聽，一個拒絕隨波逐流嘅善意嘅選擇，都會有可能改變一個池塘之底，足以令春天來臨。喺你嘅人生入面，有冇曾經都遇到過好似 Matthew 咁樣嘅人呢？